学生团体连续3档发布108课纲的观察报告，上新的报告指出，课纲实施5档哦，阁有未少学生无法度感受到学习历程档案的意义。有过半数学生哦是真满意台湾选修的课程，也毋过嘛有未少学生认为讲，目前的双语政策对优秀的学生是较有利，无特别去照顾较弱势的学生。108课纲实施5年，但年老高中生不满学习历程档案。学生团体 @youth 发布2023到2024的观察报告指出，大部分的学生也是感受袂到学习历程档案的意义。有50%的人认为对探索生涯是无帮助的。不过，特殊选择学生就较愿意做学习档案，因为会当考虑增加列合管道的比例。因为他们想要让自己足够的特殊，所以他们会进行多方的探索。他们在探索的动机是真的发自内心的。超过一半学生对台湾选修是真满意，不过都市甲庄脚，阁有每一间学校开课的状况也是有差。希望会当自主学习，不过有80%学生想袂到主题，有40%学生是认为学校提供的时间无够。课开的量是够，只是值。可能就是大家关注的重点。我们在优质化方案，还有学全科中心的课推系统，其实都会去协助老师把课开得更多元，内容更丰富。4%的高中生参加过全英语课程，对老师用英文来上课无啥会当适应。有60%的高中生无同意双语课程会当提升学英文的动机。67%的人认为双语政策造成成绩好的人真侪，成绩歹的人嘛真侪的极端现象。很多学生在双语政策的全英文课程当中，他们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去上课，所以我们希望双语政策可以延缓进行。针对报告建议，会当慢请推动双语政策，先做好补强课程，甲增加教师的专业训练。教育部代表是回应讲，会思考安怎为双语计划来改善，或者是结合即马有的补强系统来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